没想到刚出50里地，便遇董卓狗贼的伏兵将军他在受害。谁？董卓？是，伏兵口中声声喊着是董卓家将。主公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一定是袁绍，一定是那狗贼干的，嫁祸董卓。之前他诱我攻打韩馥，坐享其成，得了冀州，不分也罢。竟然用尽心思杀我弟弟，此等大仇，怎能不报？弟，哥哥定要亲手将袁绍碎尸万段。传令三军，即刻备战！怒！为军师报仇！为军师报仇！一到！二到！三到！四到！五到！六到！停！小的给郡主请安。免礼。郡主怎么得空来军营了？我过来看看，你们当中谁练得最好啊？出来跟我切磋一下。啊？怎么不愿意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不过郡主武功高强，谁能配得上和您单独切磋呢？你们几个一起上啊！一起！怒！郡主，请。呀！厉害厉害，郡主真是厉害。你还好意思笑得出来啊？你这练的都是什么兵啊？简直不堪一击。小的知错，不过郡主武功盖世，他们哪是郡主的对手？郡主的武艺出神入化，看得小的眼睛都直了。你别以为你说这些好话就没事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爹和袁绍马上就要开战了，你们赶紧训练，随时准备上战场。诺，小的一定加强训练，加强督导。我们再去巡视巡视。诺，走。都给我起来，好好训练。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哎，这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郡主你，这是赵子龙的坐骑啊。回禀郡主，这马是前几日来2个新兵带来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人呢？人在哪儿？他们犯了军纪，在禁闭室思过呢。把门打开。诺。子龙，郡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来幽州了？还闯入了军营，还犯了军纪。郡主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军官把我们关起来的。请郡主恕罪。子龙，没想到咱们俩久别重逢，会是这番景象。是啊，我跟子龙本来抱着雄心壮志来幽州投军的，本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，没想到在战场上还没立功呢，就被当作犯人关了起来。惭愧惭愧，是我治军不严，让咱们真定大英雄受委屈了。子龙，
谨以此酒，我向你赔罪道歉。哎，郡主，我俩一同被关，一同受委屈，你就一直关心他，忽略我的存在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刚才已经问清楚了，要不是因为你逞能好强得罪了人，又怎么会连累子龙跟你一起受罚？你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是，我应该好好反省反省。哎，我怎么这么自讨没趣呀？这幽州啊，看来是来错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幽州啊，地结人灵，郡主你性格豪爽，又如同女中豪杰，我相信公孙大人必定是德高望重、深得民意的一方英才。这一点啊，你倒是说对了。我爹不仅德高望重，并且深受百姓的爱戴，他更懂得礼贤下士、知人善任。你们来到这儿，绝对是明智的选择。不过，我有一点很不明白，这常山郡属冀州管辖，一样是从军，为何你们不投靠袁绍，反而舍近求远，来到幽州？难道是袁绍不肯接纳你们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是为什么？既然郡主问了，那就实不相瞒，此前我们二人的确是想投入袁绍的帐下，可当我们到了冀州之后，发现袁绍治军不力，任凭手下胡作非为，民怨沸腾。像他这种不能体恤民间疾苦的人，根本就不值得为他卖命。没错，在这一点上，我爹比袁绍好上1000倍。放心吧，子龙，只要你肯跟着我父侯，我一定让父侯好好的重用你。你的宏远志向一定会在这里实现。多谢郡主抬爱。只不过什么？我子龙兄弟的性格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他要是想拉关系，他来幽州，不就直接找你了吗？这点我清楚，子龙的能力和品德我是见识过的，并且仰慕在心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。来，话不多说，喝酒。好。来，子龙，有件事情我很好奇。你和青衣他……哦，青衣他在虎牙山贼乱之后，便离开了阵地，回到了家里。哦，为什么？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还有就是高泽他表里不一，他根本就不算人。严城，是，我不说了。我提到他，我还脏了口舌呢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高泽他……虽然我们对高泽有所怀疑，但未经证实，我们也不好多做评价。跟青衣有关吗？子龙他离开长山的时候，想去见青衣，跟他去告个别。但是这青衣跟子龙有了误会。误会？对呀，有了嫌隙。嫌隙？真是太好了！哎，郡主，郡主，你……哦，嗨，我的意思是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。想当初啊，我们在真定同仇敌忾，对付虎牙山贼，建立了我们如此深厚的友谊，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哦，我说的是那个姓高的家伙。哦，对，人心会变，情感也会变。刚宰之羊，给大家添个菜，算是给赵兄弟和柳兄弟赔不是了。张奎，就凭你也敢跟赵子龙称兄道弟，他以后可是要做将军的。是，郡主说的是在下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还请赵将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张营长言重了。不，我要早知道您是我们郡主的贵客，就算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这么对你。张奎，今日之事
姑且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别怪本郡主没有提醒你，赵子龙只是暂时屈身你营中，他日后要是有一丝一毫的委屈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报告营长，外面来了50义士，要求投军。又是一帮骗吃骗喝的，这是军营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。红灯们赶紧走。诺。且慢，很有可能是师妹和周大哥带着乡友来这里和我会合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迎接。好。赵大哥，宝月郡主，果然是你们，太好了！你们比我预想的来得还要快。师妹，周大哥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们在常山一同击退山贼的日子？当然，我这帮弟兄为了保卫家园，个个奋勇当先，如今更一心追随赵将军，投身民主，为国尽忠。好，实在是太好了！现如今袁绍大战在即，有了你们这股生力军，真可谓是如虎添翼啊！张奎，郡主，好好安顿一下大家，切不可怠慢大家。诺。小姐，您腮帮子酸不酸呢？什么？就我观察，自从您意外见到赵公子后，这脸上的笑容啊就没消退过，这样容易起皱纹，老得快。是吗？逗你呢！你个鬼丫头，竟敢戏弄我！啊！我要是不提醒你啊，一会儿被老爷看见了，以为你犯傻呢。你才傻呢，戏弄你主子，你不怕我罚你扫茅房啊？我错了，行吧？我不过呢是替你高兴罢了。你高兴什么？我跟着你那么久，我能不知道你心思吗？之前你跟老爷谏言多次，延揽赵公子都没能成功，这一次他自己主动找上门来了，这难道不是桩喜事吗？的确是喜事。赵子龙能文能武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是这世上能文能武的，又不是只有赵子龙一个人，为什么小姐偏偏对他如此动心呢？我能让青衣郡主和小姐都倾慕的男子，看来这个赵公子果然魅力不凡，恭喜了小姐。有何恭喜的？这子龙和青衣早就心系彼此了，横刀夺爱的事情，我可做不来。我知道你仗义，可是青衣郡主跟赵公子之间出现了问题，不需要你插足，他们这段感情迟早会散。我早在常山的时候就说过，他们俩之间有太多障碍，根本不合适。那小姐和赵公子之间就没有障碍了吗？有还是有的，不过等我爹重用了赵子龙，等子龙在战场上立了大功，我们之间的障碍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小姐，小心皱纹哦。鬼丫头！赵子龙，你刚有一点成就，就如此目中无人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高泽是一个不义之人的话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告辞了。青衣啊，青衣，我一再告诫自己，既然选择了从军之路，便不能为儿女之情牵挂。可为何我总是不经意的想起你？我们曾经如此相知相惜，可为何你却不愿信我？我本有好多话要对你说，可话到了嘴边，却只剩了“保重”二字。子龙，今后别离，相见何其难。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又如何保重？我不愿成为你的牵绊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你志在远方，总有一天会与我相别，
自从真定县一别，我便想亲手为你缝制一袭战袍。连日来，我总是懊恼，为何要语出伤人？就连说句道歉，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。真怕我们就此缘尽，再无机会为你穿上这袭战袍。小姐，小姐，谁呀？有紧急军情。什么事？快说。刚刚收到消息，袁绍已在盘河驻军，主公已带领军队过去了，大战在即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也刚知道。走，跟我去趟后卫营。赵子龙立功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小姐，先换衣服吧。别拖拖拉拉的，把我的盔甲带上。No。子龙，赵子龙。郡主到军营，所谓何事？赵子龙呢？他带着他那帮兄弟去后山割牧草了。大胆！我昨日才嘱咐你，赵子龙是带兵打仗的将领，你怎么能让他去当杂役呢？冤枉啊，郡主！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任务。我们昨天说的每一句话，废话少说。你现在立刻带人去找他。我爹和袁绍马上就在盘河开战，少不了赵子龙这名虎将。要是耽误了军机，我唯你是问。诺。袁绍，你这背义之徒，之前骗我获取冀州，杀害我弟，嫁祸董卓，诛心受降，非汝属实。哼，令弟乃遭董卓伏击杀害，已偏赖到我的头上。再则韩父无才，甘愿将冀州出让给我，这又与你何干？袁绍，昔日视你为忠心，推为盟主。今之所为，真是狼心狗肺之徒！你还有何脸面立于世间呐？就凭一个公孙瓒，你还没有资格教训我。给我，好，下一个来了，给我，后边跟上啊，跟上！大哥，你说我们都干了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你也是一员猛将，就干这种苦力活啊？下一个，师妹，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出入荆州，等的就是机会，不要再说这些怨天尤人的话。来，谁来将其擒之？我来。子龙，好像有战鼓声，像是从界桥那个方向传来的。大哥，走吧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追！竟然能躲过本将这一击，公孙兄，手段果然高明。废话少说。
老虎主攻，冲出去！杀！公孙瓒，你也有今日啊！撤！呀！来者何人？不必多问，快招！无名小卒，快来受死！小子，看你往哪里跑！文丑乃是我军第一猛将，阵前对战从未遇到过如此场面，大战5、60个回合还未能取胜。可查此人是谁？回主，公孙瓒之将领都在中军作战，与文丑对战之人一身士兵服装，应该只是无名小卒。啊！撤！撤！撤！
迎亲收兵。就小子，算你走运，怎么来日在这？这主公，请好生安心。下去吧。诺。我听说，冀州人所向往者，袁绍一人而已。你怎么能够迷途知返呢？为将者，应当先明断是非。袁绍榨取冀州，逼死韩馥，不仁不义。我此次从军是为了辅佐仁政，解民于倒悬，并不是因为私利才疏远袁绍，来投奔主公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哈哈，实属难得。尚不知如何称呼啊？常山赵云，赵子龙，在抗击山贼、保卫真定的时候，曾一举成名。难道主公你就没有听说过吗？不得误人。哎呀，舍弟鲁莽，望主公多多包涵。无妨，无妨，无妨。爹，爹，快让我看看，哪儿受伤了啊？快让我看看。小伤，不必惊慌。您看您，要是有女儿在，你肯定不会受伤的。嘿嘿，嘿，行了。你以为爹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啊？什么鬼主意啊？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要乖乖的待在家里面，别整天想着打打杀杀的。以后打仗的事情，不许再提了，听见了吗？哎呀，虎父无犬女，爹不应该这么限制女儿。我不是虎，爹是犬，行了吧？怎么爹一跟你说到这些事情，你就跟爹顶嘴啊？子龙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参见郡主。免礼免礼。难道对战文丑数十回合，救我爹爹的少年将军，果真是你啊？是。你们认识啊？爹，他就是我提醒您无数次让您重用的赵子龙，您难道忘了吗？有点印象，有点印象。这回你应该相信女儿的眼光了吧？此次盘河之战，若非子龙……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此次击退援军，子龙固然功不可没，但严刚的援兵适时赶到，此次战局关键在于严刚。这军中的事情你不懂，少插眼。爹，你怎么……此战大胜，日后论功行赏，少不了你们。下去吧。谢主公，卑职告退。卑职告退。子龙，爹，女儿不明白。我说过，军中之事你不懂，少插眼。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可是赵子龙理应当居首功。
赵子龙之功实属侥幸。爹帐下严刚等多名猛将，难道还不如他吗？爹固执、短见，迟早会后悔的。哼！因为常山郡属于袁绍之下，公孙瓒此时对赵子龙心存疑虑。嘿，周大哥，干嘛呢？没事。宝月郡主宴请子龙呢，你不去？不去。有肉，有酒，有女的跳舞，你不去？我心头不服啊！不服？子龙他今天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，众人有目共睹。他可是公孙瓒的救命恩人，却凭什么只有他的女儿出面庆功？他自己干什么去了？说得对啊！为表抗议，所以这庆功宴我拒绝出席。说得好，有道理啊。你干嘛？周大哥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人活着一定要有自己的尊严，要有个性，这样呢才会被人瞧得起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什么声音？不去不代表不饿呀。下去领赏吧。诺。霜，给子龙斟上。诺。子龙兄，今日这场庆功宴，可否满意？宝月替家父还有全营的将士敬你一杯。啊，不敢当，郡主多礼了。斟上。斟满。郡主，满上。郡主身体要紧，子龙何德何能，郡主不必这般客气。哎，方才那杯酒是替我家父敬的，而这一杯是我公孙宝月敬的，你怎么可以推脱呢？好。子龙兄堪称是这世上少有的真汉子、大英雄，年纪轻轻便修得盖世武功，竟然能与文丑大战5、60回合，逼得对手狼狈逃走。更可贵的是，你不仅武功超群，而且侠肝义胆，危难之时救了我爹。今日这场胜仗，都是你赵子龙一手打下来的。子龙
实不敢当。哎，你别老是说什么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在我看来，子龙兄青年才俊，又与我爹有着救命之恩，我相信我爹日后一定会委你重任，你必将成为我公孙军营中不可多得的中流砥柱。赵大英雄，前途似锦，不可限量啊！哼，郡主的话，我怎么越听越觉得虚假呀？师妹，哎，让师妹说下去，我倒想听听我公孙宝月哪点虚假。难道郡主没看见主公是如何对待我们赵大哥的吗？显然是毫无提携和赏识之意，皆是敷衍了事。师妹，住口！不要再说了。子龙兄，你别生师妹的气，她也是为你着想。佳妹年少，言语肆无忌惮，有得罪的地方，请郡主多多包涵。哎，我爹的确是有些怠慢，不过我公孙宝月以郡主的身份跟你担保，下一次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先锋大将，让我爹看看你真正的实力。来，为明天的胜利干杯！此宴是为文将军庆功，大家尽兴，痛快的吃饮。好，来，多谢。在我看来，此次与公孙瓒之战，我方是大胜了。这都归功于我们这位骁勇善战的文将军呐！啊，没错，瞧瞧公孙瓒大败之后，那丢盔弃甲的狗样，实在是可笑至极呀！是啊，这文将军一出马，把公孙瓒打得落荒而逃，简直大快人心呐！诸位将军，无需为我遮掩。虽然我差点取了公孙瓒的狗命，可是鏖战数十回合，却始终拿不下那名白马少将。其实让我惊叹的是，那个少将也使枪。论当世使枪者，我文丑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。可是偏偏这少年枪法绝伦，百变万化，我不如他呀。哎，在我看来啊，以文将军之实力啊，何惧此区区无名小卒啊！来人，快给文将军把酒斟满。多谢，本侯要再敬你一杯啊！在我看来，文将军今天是因为先前追杀公孙瓒，消耗了很多的体力，所以才给了那个无名小卒可乘之机，对吧？就是啊啊！是啊，下次若再与公孙瓒交战，再遇上那名小将，就交给我曲义来处置吧。曲将军，听我一言，自古道，少年出英雄啊！以后若遇到此对手，万万可要小心呐！来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来，干！干！重用，这兵器是挺重的，这算是重用吗？这有这么保的安人？要是一会儿开战了，他再摔下马来，我看谁敢上前救阵。这些抱怨我都跟大哥说过，可咱们大哥呢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子龙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能沉得住气啊？沉不住气，还如何干大事？那意思是说，在后军打杂就能干出大事业？打仗不就是这样吗？有前军就一定要有后卫，有射箭的就一定要有搬箭的。最重要的是要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只有团结一致，才能取得胜利，对吧？不对，要想打胜仗，
就应该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。那公孙瓒，你上回把他给救了，连对方将领都看在心里了，而他呢，却熟视无睹。我不甘心呐。我想，主公统领大军，自有他的用人之术，咱们也不要再抱怨了。接着绑绳子，干活！谁敢阻挠战事，格杀勿论！让开！别拦着我！这丫头，副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身为副帅的左膀右臂，如此重要的战役，怎能没有我的参与？哪儿都有你。我只是迟来了一会儿，副帅就犯了一个大错。犯什么错了？你把人摆错了。说来听听。你把能征善战且对你有过救命之恩的赵子龙排在了后军，这岂不是糟蹋人才？不仅扯了自己的后腿，还帮助了敌人。休得胡言！爹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就算你没有听说过赵子龙曾在家乡击退过敌人的英雄事迹，你至少也亲眼目睹过他上一场战役的表现吧？爹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就算你没有听说过赵子龙曾在家乡击退过敌人的英雄事迹，你至少也亲眼目睹过他上一场战役的表现吧？要不是因为他，你……好了，你冒险来前线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是。赵子龙单打独斗，或许擅长，但这跟统帅带兵是两回事。我成千上万的士兵兄弟们，和你和我和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是娘生爹养的，都是有血有肉的。你说我能轻易把他交给一个畜生之徒吗？谁说赵子龙不懂作战了？他可是读通了天下的兵书才来从军的。他读的那些兵书都是你编的。你什么你？他识字吗？他告诉你的？反正他一看就是会读书的那种。好了，大敌当前，用兵之事，岂有你一个小女子在这儿指手画脚？爹，好了，快退下。不。好了，快退下！退下！退下！郡主，我看两边很快就要打起来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回去？回哪儿？当然是回城里啊，那相对安全一些。临阵脱逃，小心军法处置。啊，不走了，将军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我爹一意孤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军队吃下败仗。把东西拿来。什么呀？我让你准备的棋呢？这不太好吧？主公他没答应。让你拿你就拿，小心我抬出军法。哦。众人听令！今日战役，我军听从赵云将军指挥，还有张奎所属的后卫营，全体义坐赵将军后盾，阵前立功。子龙，我相信你。
颜良、文丑，在，命你二人为先锋，各引弓弩手1000，分作左右两队，在左者设公孙瓒右军，在右者设公孙瓒左军。得令。举义在，命你引800弓手，步兵15000，列于阵中。我将亲自引马步军数万，于后接应。诺。部下听令。冲啊！弓箭手准备。将连岗竖子拿命来！驾！领先。快点，好，快点！你们把东西搬那边去。哎，慢点儿。老三，哎，给。撤！哎，大哥，你看，要。我说张奎，你什么时候改姓赵了？你是仰慕我赵子龙兄弟吗？这是宝月郡主的意思。子龙，前面战况吃紧，我军需要你。这副帅卫士英雄，把你放在了后军。可我公孙宝月却不一样，你快持枪上马，我带领梁子军还有后卫营，听从赵将军的指挥，只会打下一场辉煌的胜仗。子龙，袁绍此前作为秦王盟主，却失忠义于朝廷诸侯，在这个时候，就等你这样的有志之士施以迎头痛击，你还等什么呢？众人听令，周怀忠率部与张奎后卫营以及平儿所率梁子军先行混编，男总在前，女兵在后，分左右两路，随我冲杀。严城十妹还有剧主与我后方压阵，清理敌残。诺。公孙瓒，
蛋，休走！吃俺一刀！驾！停！驾！公孙瓒，乃无能之辈啊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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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那日与文丑激战数十回合的无名小卒，正好来做我刀下亡魂。驾！怎么又是他？谁能将其擒之？要重赏！看来也真是慧眼识英雄。好点，喂，打药呢，专心一点好吗？师妹，谢谢了。对对，快冲！重整旗鼓，向前冲杀！别躲逃，有种跟你公孙爷一战雌雄！一，攻！且慢！袁绍虽然撤退，但队伍却是如此的整齐，丝毫不见凌乱。当着我的面，他要骂治军严谨，是长他的志气灭我的威风吗？武公，你误会，属下指的是袁绍此举是佯装败退，诱敌深入，有道是穷寇莫追啊！那谁是主帅？追不追，由你决定。不过，怕是有伏兵啊！退下！杀！保护主公！这！主公，小心！
主公，援军把前面的沟沟堵住，我们无法前进。此本沙场勇者胜，前冲者勇，敌军退后者更为勇。这个何为大？留存性命方为难。令我没了，谁来炸？又为何炸？停！撤！不好了，前面的沟口被堵住了。领头的是谁？颜良。主公，主公，一旦让他们试图合围之势，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！如何是好？入侵之际，老天爷自有定数。怎么样？当亡者必亡，当存者必存。兄弟们，为公孙瓒愧对于入，先行上场。我的公孙老大气！眼看有危险！禀报主公，刘皇柱、关张二将前来助阵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有令！我杀！杀！别治了！公孙这人中，竟然有如此狠将。哈哈哈哈！宝贵兄，别来无恙。多亏贤弟出手相助，为兄险些吃了大亏。哎，宝贵兄是吉人自有天相，再加上身边有诸多良才，自然是有惊而无险啊。要不是你和兄弟们出手相助，这一劫恐怕就不是惊险那么简单了。看来，为兄的迎敌退攻之计用到尽头了，哈哈，得换个打法了。哎，玄德贤弟为何来到幽州？哎，不提也罢。这诸侯啊，进攻洛阳，可谁知啊，各怀一心，才令董卓和吕布挟天子迁都长安。现在这董贼大权在握，再加上吕布为虎作伥，看来我这大汉还一时半会儿不得安宁啊！回营，行。
进。快马急报，公孙瓒和袁绍在盘河界桥一带打了数仗，各有输赢。他们现在谁也吞不下谁，僵持了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本来指望他们2个打个你死我活，两败俱伤。哼哼，现在可倒好，一个比一个怕死，谁也不肯出去拼命。一帮乌合之众。袁绍和公孙瓒现在谁都不愿再打下去了，只是苦于没有台阶可下，故而僵持。如果太师能以天子之命给他们下诏，替他们调停，2人一定会感激太师，将来多少也会让着太师一点。好，这件事你就去办吧。诺。